Hello，各位聽眾啊，大家好啊！歡迎大家又嚟到我哋呢一集嘅文哥說書啊！我係大家嘅好朋友文哥。今日呢天氣呢都算唔錯，香港呢邊呢又係一個忙碌嘅星期日啊。不過呢，文哥呢就而家坐喺度啊，望住窗出邊啊，諗起呢一件好重要嘅事啊！我哋呢而家成日都低頭咁樣玩手機啦。哇，玩到呢條頸都幾痛㗎，時間呢就飛走咗都唔知添。今日呢，文哥就想同大家分享一本呢好有意思嘅書啊，叫做《深度數位大掃除》啊。原著嘅英文名呢就叫 Digital Minimalism 啊，作者係卡爾紐波特，即係 Cal Newport。嗱，呢一個嘅朋友仔啊，就係一個美國嘅一間大學嘅電腦科學嘅教授嚟嘅。佢呢寫過好多關於呢個深度工作嘅書啊。今次呢就專門呢嚟講點樣喺呢個數位時代啦，就唔好俾手機同埋啲 Apps 呢反過嚟呢去控制我哋啊。如果你呢成日都覺得自己呢個玩手機呢就玩到冇晒時間做正經嘢呢，又或者夜晚呢瞓唔着啊，因為腦海裏面呢都係諗住上下 IG 同埋 TikTok 咁啦，呢一本書呢就絕對係為你而寫噶。嚟啦，一齊聽下文哥慢慢同你講下啦。首先呢，咩叫做數位極簡主義呢？根據作者咁講啊，呢個呢係一種呢運用科技嘅理念嚟嘅。你呢只需要呢將上網嘅時間呢用咗喺一啲少數幾精心嘅挑選啦，最適合你嘅活動上面啊。呢一啲嘅活動呢，就係要強力去支持你最重視嘅嘢，例如呢係一啲家庭啦、健康啦、工作或者興趣啊，然後呢，你就開開心心咁樣呢錯過咗其他嘅一切。簡單咁講啊，就係少啲，但係精啲啊，唔好呢貪得太多嘢。佢話好多人呢而家都係呢個數位極繁主義啊，見到有 Apps 就下載，見到通知就點擊啊，結果呢時間同埋注意力呢咁啊浪費晒啦。書裏面呢有3個核心嘅原則啊，文哥呢覺得都好實用嘅，就逐個同大家分享下啦。第一個原則呢就係 Clutter is costly， 即係數位雜物好貴咁嘅意思咯。每樣 Apps 或者工具呢都會俾你少少好處，例如呢你可以上 IG 可以見到朋友嘅動態啦，但係呢啲嘅雜物加埋一齊呢就會食晒你嘅時間同埋注意力啊。作者呢就引用咗Henry David Thoreau 嘅 Rawdon 呢本書啊，就講呢人生就好短嘅，任何嘅雜物呢都要付出一啲嘅代價嘅。想象下啦，你每日花2-3個小時去玩手機啦，呢一啲嘅時間呢本來可以呢用嚟同家人傾偈啦、運動啦，或者學一啲嘅新嘢，結果點啊？生活呢變得可能會空虛啊，又煩躁咯。文哥呢自己呢都試過，玩手機呢最後覺得呢今日又好似白費咗啦。第二個原理呢就係呢個 Optimization is important 啊，即係優化好重要咯。唔係話你呢選咗一樣工具就得噶，你仲要呢諗清楚點樣去用先至有效。例如你用 WhatsApp 同朋友去聯絡啦，就設定一個固定時間去 check，唔好呢一有通知呢就即刻覆，或者呢用 email 啊，只係特定嘅時段去處理啊。紐波特呢話呢個極簡主義者呢，其實會呢將每一樣嘅科技優化至極致啊，攞到最大嘅價值，同時呢減少最少嘅干擾啊。第3個原則呢就係 intentionality is satisfying 啊，即係咩嚟嘅？即係話呢有意識咁樣去選擇會帶來滿足感啊。當你呢主動決定呢一樣我用，嗰樣我唔用啊，
你會發覺自己嘅掌控能力咧，尤其是喺生活上方面啊，就會大大提升噶啦。嗱，呢一種感覺咧，其實都好治愈下嘅。嗱，好似咧你終於咧揾翻自己嘅節奏感。咁點樣開始實踐呢？呢個作者咧就提出一個超實用嘅方法啦，叫做30天數位大掃除啊，做呢個 digital declutter。嗱，以下就呢個程序嘅步驟啦。第一步啊，就係要定義規則。你坐低啦，嗱就攞張紙出嚟，呢一張嘅清單，邊啲係可有可無嘅科技啊？例如咩 IG 啊、TikTok、YouTube 短片啊，冇必要嘅群組通知咁樣啦。嗱，咁啊，除非放棄佢咧，會嚴重影響你嘅工作或者生活啊，否則咧就通通咧列入呢個暫停名單啊。第二部分啦，就係呢個30天斷捨離啊，整整1個月啊，嚴格去跟住呢個規則啊，咁樣去生活，唔用嗰啲咧就可以咧冇嘅 app 啦。咁嗱呢一個咧就呢一個過程咧，其實咧可能咧有啲難受嘅。一開始咧會覺得好似手痕痕咁啊，有難處理咁嘅。但係咧呢個就係關鍵啦。你要積極咧去填補呢一啲嘅空檔時間啊，做啲高質素嘅離線活動啊，例如一個人去散步啦，或者去行山，享受獨處啊。嗱，獨處英文叫 solitude 啊。嗱，呢個咧就至關重要啦。佢咧而且係可以幫你去整理下自己嘅思緒添啊。培養一啲嘅優質嘅休閒啊，例如睇實體書啦、畫畫啦、煮飯啊、彈下音樂、吉他，或者同朋友面對面傾下偈都好嘅。亦都可以咧做運動啦，早啲瞓覺啊，重新發現生活原本嘅樂趣。文哥咧提醒各位朋友啊，嗱呢30日咧就唔係完全唔用科技嘅，而係咧避免低質素嘅娛樂同埋一啲無謂嘅用手機嘅行為啊。第3步咧就重新導入啊，30日完咗之後咧，從頭開始去評估每一樣嘅工具啦，佢係咪真係咧可以幫到或者支持我重視我自己嘅重要嘅價值咧？嗱，如果係咧，點樣用先至係最好啊？例如你可能咧就決定每日咧只係晚上8點至9點咧去睇一睇啲社交媒體啦，而且咧只用電腦唔用手機嘅，或者咧完全咧delete 或者拆除有一啲嘅 apps 啦，改用電話去打俾朋友啊，而唔係咧只係 like 同埋 comment 啊。嗱，呢個柳波特仲話對話啦，即係 conversation 啦，永遠都係勝過一個連接嘅，即係 connection 啊，一個真正嘅擁抱啊，或者一個傾偈咧，遠遠咧勝過100個 like 添啊！嗱，老實講啊，文哥自己咧都試過類似嘅斷捨離嘅。之前咧成日都玩手機，覺得世界咧就真係幾 noisy 下嘅，做嘢咧就集中唔到啦。嗱，點樣跟住個書入邊嘅方法咧，拆咗唔少無謂嘅 app 先。嗱，發現咧自己原來咧有更多嘅時間睇書啦，陪屋企人啊，頭腦咧自然都清晰咗唔少。雖然咧一開始都係有一啲唔慣嘅，但係過咗咧2星期度就覺得生活咧輕鬆晒添。呢一本書咧就唔係叫你翻返去石器時代啊，而係教你咧點樣拎呢個科技咧變成你嘅工具，而唔係你嘅主人啊。喺呢個嘅比較 noisy 嘅數位世界咧，揾翻專注同埋平靜咧，其實真係好有可能嘅。如果你咧而家聽到呢度咧，覺得有興趣，不妨試下呢一個30天嘅挑戰啊！記住由小步開始都可以噶。例如今日開始啦，每晚9點之後咧，就將手機放喺另一間房咁啊！嗱，好啦，今日文哥說書就講到呢度啦。感謝作者呢個柳波特咧，就寫咗一本咁好嘅書俾大家，俾我哋咧一個清晰嘅方向啊！嗱，如果你有試過呢個數位斷捨離咧，或者好似呢本書嘅作者嘅感想啊，歡迎留言同埋 direct message 文哥噶。好啦，下集我哋再見啦，記得少啲雜物，多啲生活。我係文哥多謝大家收聽，拜拜。